呢度係偶爾也要重拾自己的習慣。今集和你出走，同大家嚟到沙田，第一站就係新城市廣場。而家一齊睇下聖誕佈置啦！以馬戲團做主題嘅聖誕奇幻嘉年華，佈置主要係中庭，喺水晶球之中仲可以參與飄雪體驗。有全港首個室內6米高聖誕樹旋轉滑梯，參加者嘅身高限制喺1米至1.5米內。附近仲有其他打卡位㗎，一樓亦都有打卡 backdrop。部分日子仲有表演睇啊！即日起至1月1號仲有聖誕手作市集，都有幾十檔㗎。大致上有飾物同食品，有興趣就嚟睇下啦。仲發現到而家好多人鍾意嘅牙寶打卡位。睇咗一陣咯，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未呢？撳一個掣就可以噶啦，唔使錢噶。鍾意就 like 同 share 埋俾親友啦。無意間仲見到呢個有獎印章收集遊戲，第一個印可以喺 LV 層嘅 Play Park 揾到，又或者去到 Home Square 嘅2樓都有。個人覺得直接喺呢邊吸晒3個印會方便啲。第二個印就喺5樓，即係 IKEA 嗰層。第3個印就喺7樓，要打 lift 上去㗎。吸齊印就喺1樓顧客服務中心換領禮品，就係 IKEA 熱狗同咖啡或汽水嘅 coupon 1張。過返去新城市嗰邊呢，即日起至12月28號，3樓露天位置 Chill Park 會有聖誕美食市集，有左圖顯示嘅品牌參加，亦都有換領活動。得閒就過嚟飲飲食食啦。穿過咗呢條彩色路，就會到達全港第一個常設嘅仙人掌綠植園 Cactus Park， 有超過50款嘅仙人掌同多肉植物品種，又有休憩空間，猶如置身喺南美之中。有興趣就嚟睇下啦。有小朋友嘅話，除咗要去埋同一層嘅 Snoopy 開心世界之外，仲一定要去埋5樓嘅恐龍公園啊！呢隻恐龍全長26米，高7米。呢度佔地3.5萬平方尺，場內有繩網、攀爬同埋滑梯，亦都有吊床、平衡木，仲有千秋、搖搖板、彈床。而最特別嘅就係恐龍飛索，享受空中滑翔嘅體驗。場外仲有美食車同休憩用地。跟住嚟咗好運中心。呢度佈置嘅主題係超即紅聖誕派對，電子消費滿指定金額就可以玩人生4格拍攝。即日起至26年1月4號，順便去埋隔籬嘅沙田中心。呢度嘅主題同荃灣千色會一樣，都係小樹派派。即日起至1月1號，返到嚟新城市嘅7樓 Sky Garden 啊，呢層都有唔少打卡位㗎。而家一齊嚟兜個圈啊！商場仲邀請咗日本知名光雕團隊 Naked Ink 設計期間限定嘅光影匯演，係呢個全港最大嘅戶外水幕呈現，將光影、音樂、水幕同藝術效果融合。我就節錄咗部分片段俾大家細心欣賞。每節水幕連音樂噴泉匯演大約15分鐘，有聖誕歌同古典音樂。
每晚會有7場，即日起至26年5月12號。我諗之後就未必有聖誕歌啦。咁今集和你出走就同大家行咗沙田幾個商場睇聖誕佈置，預祝各位聖誕節快樂平安，拆多啲禮物啦！有咩地方或者活動推介我去就留言啦，歡迎打賞合作都可以，記得 CLSS 開啟小鈴鐺。多謝收睇，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